香格里拉对话亚洲安全会议伫咧新加坡起稿，计共有49个国家参加，注目美中台海甲乌克兰战争。中国历史天安门事件伫咧香港纪念馆去封关起来，这阵纪念馆是搬去美国纽约正式开幕。英国一款人工智慧机器人艾米卡，唔但会晓对话，佫会晓根据内容做表情回应。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香格里拉对话亚洲安全会议今日是伫咧新加坡起稿，主要的话题就是美中关系、台海局势甲乌克兰、罗西亚战争。计共是有49个国家600外代表参加。美国本地是邀请中国双边会谈，唔少是去互中国拒绝。有学者就讲，这个会议美中双方可能有关系共款一人一款话，这对双方的关系应该是无帮助。香格里拉对话亚洲安全会议初日伫新加坡举行，49个国家600外代表，各国国防部长、驻青官员甲学者做伙进行3天会议，要以美中关系、台海局势、俄乌战争、南海纷争做主题。前国防部长杨念祖以学者的身份参加，面对中美防长恐惊无法度举行双边会谈，也引起真侪关心。第一个，印太战略的一些作为跟发展跟区域的一些同盟的关系；第二个，当然是台海议题很重要，一定会讲。第三个，美中关系他也会说。澳洲总理艾班尼斯初日暗下大声演讲，初三由美国防长奥斯汀发表美国伫印太地区的领导力，中国防长李尚福初时发表中国的新安全倡议。学者分析，美中恐惊各人讲各人的，美国可能透过这届会议团结日韩英俄等，表达印太战略的使命。因为这2次的军演，对于日本来说，对菲律宾来说，其实或多或少都一定会有所影响。那在经过2次军演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这些盟邦会不会有新的战略规划？这个是我们要去观察的。美国、日本的舰艇停伫马尼亚的港口准备操演。美国、日本、菲律宾的海巡队伫香格里拉会议前一天，初一头一届伫南海举行联合演习，澳洲是以观察员参加。The trilateral exercise serves as a testament to our shared commitment to maintaining peace, promoting stability and safeguarding the lives and interests of our nations and the wider region. Together, our Coast Guards will reinforce and model international rules and norms at sea in order to promote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美日各派1只军舰参加，菲律宾是以地主国出动4只军舰，双方投入海上执法、海上搜救等，尤其甲中国当作海贼，展开反海盗演练。哪吒有载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船只，反制中国持续扩张南海野心。记者综合报道。罗西亚是继续咧轰炸乌克兰。昨6月初，伊是当地儿童节，所以有一个9岁囡仔去互飞弹的碎片击着死亡。而且包含这个囡仔在内，计共有3个死者，因人是已经走到防空河外口啊。所以风声讲，因为防空河锁咧，害因无命。民众献花哀悼，因为一个9岁的查某囡仔伫咧罗西亚用导弹攻击基辅的期间不幸过身。6月初，伊是乌克兰和罗西亚的儿童节。罗西亚对基辅的攻击是造成3个人死亡，包括一个9岁的囡仔，佮有14个人受伤。附近的民众唔那真悲痛，想起来嘛拢阁心惊惊。Дуже швидко все відбувалося. На протязі, мабуть, 15 хвилин. Сирена тривоги, робота ППО. Стовп коричневого диму, мабуть, ото з тієї вирви, і поруч світлий стовп. Ну, це настільки я могла побачити в тому ще сутінковому небі. 空袭警报已经亮要1点钟，罗西亚对5月开始已经对基辅是发动至少第18摆的空袭，诊所和附近公寓的窗仔门拢轰炸甲歹去，四界拢是火灾，紧急救援人员嘛较紧拍火。当地民众讲，因想要较紧走去防空河来避难的时阵，所发现门是锁起来的。这3个死亡的居民拢是因为拍袂开防空河的门，结果互飞弹的碎片弹着死亡。基辅的市长嘛强调讲，要较紧查清楚。迄当中防空河的门是不是真正锁起来啊？Залучені до розслідування
прокуратура, СБУ і Національна поліція. Відносно цього будуть зроблені всі висновки. Було закрите приміщення чи ні. Вибухом повністю вибити всі двері. Зараз і це встановити чітко неможливо.但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初一暗时已经强调讲，若防空避难所的门确实封锁起来，会严格查办失职的人员。 Це обов'язок представників місцевої влади, дуже конкретний обов'язок забезпечити наявність і доступність укриттів цілодобово. Боляче бачите недбале ставлення до цього обов'язку, боляче бачите втрати. І якщо обов'язок на місцях не виконується, це прямий обов'язок правоохоронців притягати до відповідальності. 為着美陸軍一直無得停嘅空襲，初日早起真濟基輔嘅居民已經美入去當地嘅地鐵站。根據聯合國嘅數據，對去年2月戰爭發生以來，烏克蘭已經至少有525個囡仔死亡，1047個人受傷。公視新聞新路報編譯。世界上大條，帶大家來關心國際主流媒體新聞重點。頭先先來看日本三更新聞。日本2022年單位女性嘅生育率是1.26，破17年來上低紀錄。全國生育率上懸嘅是沖縄上低是東京。韓國朝鮮日報報道，南韓嘅國防部表示，北韓一直用社會冊嘅名義來起訴。南韓是考慮講要閣拍心理戰，對北韓放送謠傳傳單，同時嘛要加強南韓軍隊嘅意識教育。英國 Times 報道，英國國會這個月要通過一項新法規。只要議員有牽涉暴力也是性犯罪案件，正在接受調查，就袂當入去國會大樓，要確保工作人員的安全。稍後是美國《紐約時報》指出，美國參眾議院攏通過解決債務上限的法案，送給總統拜登簽署。拜登講這是救美國經濟大勝利。上尾是華盛頓郵報，約旦王子要帶刷烏地好野人的千金，2人輸賠外票，佢互形容講是中東的威廉凱特。英國王子威廉阿某甲真濟個王室，攏有親身去參加婚禮，約旦全國慶祝勞熱與滾。巴蒂阿富汗執行任務，互人形容是戰爭英雄的澳洲退伍軍人羅伯茲史密斯，第一個年前是去互報社亞康講，伊謀殺無辜的阿富汗百姓，苦毒新兵，拍某犯戰爭罪，伊的英雄的形象是攏去了。史密斯告這間報社甲抹黑，不過這陣法院是判伊敗訴，講報社的報道基本上攏是事實。這是澳洲的法院第一遍審理甲澳軍戰爭罪有關的民事官司，超過40位證人，110天的審理期，甚至是1630萬美金的訴訟費用，攏是澳洲司法史的新紀錄。審判結果出來，法官判班羅伯茲史密斯敗訴。The judgment is a vindication for journalists Nick McKenzie and Chris Masters, who began reporting this difficult and complicated story more than 7 years ago. It is a vindication for the many people in our newsrooms and our organisation who supported this really important public interest journalism. I'd like to say today is a day of justice. It's a day of justice for those brave men of the SAS who stood up and told the truth about who Ben Roberts-Smith is. A war criminal, a bully and a liar. 澳洲雪梨新风报、世紀報一個坎培拉時報，2018年報道戰爭英雄班羅伯茲史密斯，2009年到2010年連續種喊過的行為，親像是將無武器的阿富汗平民踢落去山坎卡，並且命令部下對這個人開槍，將領到的塔利班戰士當作射擊比賽目標，向伊的腳邊啊射至少10槍，一個將伊的假腳假手當作戰利品，再等於澳洲做酒杯啊用。一個下令虐待新兵的2件謀殺案。此前，澳洲精英空降特軍隊的班羅伯茲史密斯86遍被派駐阿富汗，在這個期間戰功正水，得到幾多項高級軍事榮譽。親像2011年一個英國的白金漢宮，得到女王伊麗莎白2世頒獎最高等級的維多利亞實力勳章。2013年退役了後，轉到媒體，變做正紅正青的演講家，一個媒體主管。因為這3間平民媒體對這個將軍的期間的報道，和班羅伯茲史密斯的大眾形象變做正歹，伊一生氣就對媒體提誹謗的官司。澳洲軍方對戰爭記錄的保密程度，一直以來攏比其他民主國家更加嚴密，並且有暗制個別者起訴媒體記者的案例。
不过，伫咧社会舆论也有以上重要盟邦美国施加压力了，2020年开始改变作风，任命特别调查员调查是毋是违反人权的事件。班罗伯兹史密斯就是被调查的人之一。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今年已经80岁，美国总统拜登将参加空军官校毕业典礼，煞是伫舞台顶报道，现场的护卫赶紧去甲插起来。拜登伫咧公开场合摄道已经是几落届啊，亲像2021年伊要就飞机的时阵，好亲像是伫楼梯坎大无好势摄道，而且爬起来佫徛无在，连续摄道3届。去年6月咧骑脚踏车的时阵，人嘛徛无在，是规个人倒落坐伫咧涂骹。因为拜登是美国历史上上届坐回总统，伊遐接摄道，就互人真关注伊的健康状况。从迄场意外，别讲讲是拜登无注意到台顶有一粒沙包，才去踢到关岛，身体无问题。美国总统拜登昨日参加科罗拉多州美国空军官校毕业典礼，伫发表演讲时阵讲，美国未想要甲中国冲突对抗，是要伫咧会当合作的所在合作。From growing instability, to food insecurity, to natural disasters, all of which are being made worse by the existential threat of climate change. 就伫拜登演讲线决心要落台时阵，骹步大无好势，贵人摔伫咧涂骹，边仔的空军军官也有特勤人员赶紧甲伊插起来。拜登也伸手比涂骹的沙包。好佳在坐空军1号转来华府的时阵，拜登行路时阵看起来阁正正常。这已经毋是拜登第一遍伫咧公开场合跋倒，包括2021年3月伫咧亚特兰大要去咧空军1号时阵，伫咧爬楼梯时阵连续跋3遍。去年6月骑脚踏车时阵也跋倒。今年2月伫咧波兰，拜登要去咧空军1号时阵，又搁伫咧爬楼梯时阵跋倒。今年5月参加日本广岛 G7 峰会，伫岩岛神社落楼梯时阵，骹步大无好势，好佳在回程台骹步徛在无跋倒。拜登今年已经80岁，是美国史上年纪上大的现任总统。美国前总统川普正伫咧爱荷华州为共和党的初选邮票，听讲拜登又搁跋倒的消息，因家己当年演讲了差一点仔跋倒的经历，叫拜登爱较细腻咧。I hope he wasn't hurt, but it's the whole thing is look, the whole thing is crazy. You got to be careful about that. 刚刚伫爱荷华州开始竞选活动的佛罗里达州的州长德桑提斯，希望拜登会当伫有可能遭受的任何伤病当中赶紧恢复，也佫正口说讲，也希望美国赶紧对拜登创共政治所受的伤害恢复回来。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六四天安门事件伫咧中国是禁词，伫咧香港的纪念馆嘛去互关起来。一寡中国的民运人士为着甲这件历史事件保存落来，是伫咧世界走踪。这阵六四的纪念馆是正式伫咧美国纽约开幕。六四学运的领袖王丹就甲中国人发声，叫因莫原谅、莫放弃，要看清楚中共的真面目。马会的衫裤，一张一张冲击人心的相片，放伫一间位伫第4大道办公大楼顶面小小博物馆。六四天安门事件发生即摆改满34年，纽约六四纪念馆要伫咧初二，也就是纪念日前2天来开幕。代替已经关起香港六四纪念馆，正做即阵全球唯一有六四常设展的纪念馆。Here, for the first time, people can see physically the antiques we have collected over all these years. Most of the antiques are from 34 years ago. 香港对2020年国安法实施了后，言论自由和官方一直在打压。2021年，香港六四纪念馆被逼关起来，经过多方的努力，最后决定在纽约曼哈顿重新来开设。This one, is another item with blood. This was used as bandage to band the wound of a student when he was shot on Tiananmen Square while leaving. 标定挂旗啊，顶面拢真侪火。另外一边的看板顶面是历史当年被通缉的21位学生领袖。这阵因真侪人意愿伫为人权来奋斗。六四学运领袖王丹就表示，自由世界拢面临中共的挑战。若是要来深入了解中共，就必须要回来到1989年的这段历史。If I will say it's very simple, don't forgive, don't give up. That's my message for maybe Chinese people.
And for Western people, I think you must know the true face of CCP. 纪念馆也正式香港民主运动厅同步放映2019年反送中抗争画面，全球受真侪城市有定伫6月7日纪念日前后举办爱悼活动。公视新闻杨家编译。人工智慧愈来愈发达，即阵英国的伦敦是当咧办机器人展，其中就有一款人形的机器人艾米卡，伊毋但面部真亲像人，阁有装 ChatGPT 会晓甲人对话，而且更较惊人的是伊有表情。咱看边仔即寡相片，人若是甲问问题，伊嘛会表现出当咧思考的模样。但是听到较惊人的代志，艾米卡嘛会亲像真正错一条共款，而且伊阁有其他亲像悲伤也是凹凸凸的面，咱做伙来看。The most nightmare scenario I can imagine with AI and robotics is a world where robots have become so powerful that they are able to control or manipulate humans without their knowledge. This could lead to an oppressive society where the rights of individuals are no longer respected. 白头格格那思考那回答问题，英国机器人公司 Engineered Arts 开发的人形机器人 Emma 使用 ChatGPT-3 甲人类讲话时间变短，也讲 AI 甲机器人技术有隐形风险，也若是负责任的应用，也对生活产生正面的影响。Emma 面部内底有真侪制动器，用随着讲话内容做出相应的表情，甲真正人已经真瓦滚。业者甲伊设计真侪甲人类用互动的机器人。用伫游乐园斗相共来替游客导览，丰富的表情看甲真清楚。最终目标是说创造一个会使融入人类社会机器人。I'm thinking of something that will make us both smile. Go on, smile. Give us a big one. There you go. So the human face is a fantastic communication tool. We can say so much just with our facial expressions without speaking at all. If we can automate that kind of interaction, it just makes a much richer experience. 而伫英国伦敦，这场机器人甲自动化大展中，有各种新创甲学术的展示，各种工业机器的手骨是制造业需要挖开，也有业者创造真灵巧的机器人手，用贴纸背仔头进行真油动作。会场的阿凡达化成竞赛项目，受普昂大学摕下500万美金的首奖。使用者挂 VR 目镜，会使操纵机械手骨来行棋。开开馆也是使用工具，虽然这阵也是研究的项目，团队认为未来结合人工的智慧，学习更加多的技能，应用伫支援稳固的医疗、灾难现场，也是拜访另外一个国家亲戚朋友，才更加多功能，机会甲潜力真大。公视新闻是会长编译。法国最近有一项特殊的实验，就12个志愿者去诊所倒60天，竟然就当领到60万的代票。其实这项实验是咧模拟太空人伫咧无啥动力的环境，看因的身体会有啥物变化。希望讲未来当帮助太空人在执行任务的时阵，维持上好的健康状况。伫眠床顶倒2个月，所有的活动拢爱倒立来做，报酬是要60万块的代票，你敢愿意来参加这个实验？法国的图鲁斯有一间太空诊所，最近是开始一个真特别的人体实验，对3000个25岁到45岁的查甫候选者内面，选12个志愿者做88天的实验，其中有60天啊24点钟拢倒在眠床顶。画面内面会当看到受测者毋但爱倒立，眠床的角度阁爱维持伫负60度，互头的悬度小可比脚较低，模拟太空人伫太空生活的形。Ça implique des vols au long cours de 2 à 3 ans. Et bien évidemment, l'exposition à la microgravité va impacter l'ensemble des systèmes physiologiques. Donc on va avoir une atrophie musculaire, une perte d'os, une perte de force musculaire, un déconditionnement cardiovasculaire, une immunodépression et des altérations métaboliques, etc., etc. Et donc nous ici, ce qu'on essaie de faire, c'est 1, de comprendre quelles sont ces altérations, 2, pourquoi elles arrivent, et 3, on veut bien évidemment les prévenir. 实验是甲12个志愿者分3组，第一组人爱倒立来踏脚踏车训练，第二组人啥物都毋免做，第三组需要踏离心机的脚踏车。研究人员会找出帮助太空人伫出任务的时阵维持健康上好的模式。On s'aperçoit que les journées sont relativement chargées entre les 4 repas de la journée, plus la séance de kiné, plus la prise des constantes le matin, et puis tous les examens qu'on fait pendant la journée. Finalement, les journées passent relativement vite. Puis après, quand on a des créneaux disponibles, on a de la lecture, des vidéos, il y a plein de choses à faire.
虽然讲倒嚟看起来真简单，但是有人发现讲金肉敢若有愈来愈软的感觉。参加实验的报酬是18000欧元，差不多台票60万。研究人员讲，这项研究的结果唔但会当用伫太空人，嘛会当提供视大人，也是有骨质疏松的人来参考，会当了解到坐伤久，也是欠运动对人体会有啥物影响。公司新闻张如婷编译。咱台湾有袂少人为着食品安全，也是环境优先，会去会员制合作社买物件。伫咧法国某这款非盈利超市，毋过因的会员是逐个月爱拨3点钟去超市做一工。这款做法毋但会当省人事费用，阁会当增加社会交流。行入去这间伫咧法国第2大城马赛的超市，看起来若像甲一般的超市无啥物无共，但是这其实是一间非盈利的会员制合作超市。所有要来这买物件的人，拢爱先加入会员，变成合作超市的股东，一个10块欧元，至少爱认10股，也就是投资100块欧元，差不多台票3200块，就会当变成终身的会员。参像这种会员制的消费合作社，其实台湾嘛有。但是伫法国，更较特别的所在是，每一个会员一个月爱拨出3点钟来遮做志工，摒扫、整理家顶的商品，伫柜台收钱。Quand on fait notre permanence de 3 heures mensuelles, c'est l'occasion d'avoir l'impression quand même de participer à ce projet qui est quand même un beau projet. 因为会员大家轮班来做志工，这个超市目前敢若请3名正式的员工都有够啊，省下真侪请人的费用。互合作超市内面所卖的物件，价格会当维持比一般大卖场搁较俗。伫即马欧洲通货膨胀真严重，物价直直起的时阵，像即款的合作超市，自然就会变甲愈来愈受到欢迎。另外，有真侪会员讲，因无爱去大卖场，换来遮买物件，因为感觉遮的气氛真友善、真轻松。Un climat particulier, une atmosphère particulière que j'apprécie beaucoup, qui est faite d'amitié, de lien social. 目前伫马赛的这个合作超市有2500个会员参加，因希望未来会当增加到5000个会员。伫全法国已经有15间参像这款的合作超市。但这个所在毋但是消费者，嘛是股东，同时阁是志工。这种一摆结合3种身份，互会员感觉更较有参与感，会当互相合作经营的超市，无的确变做未来另外一种流行的消费方式。记者甘美恁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后礼拜一同一个时间再会。